每一天，我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6，诗篇102篇25节安尼讲：你伫起头，甲地下地基，天嘛是你亲手创造。三甲来祈祷，甲地下地基，佮亲手创造天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日是属你，暝是也属你，光甲日头是你所备办的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是你所建立。主啊，愿也是你所创造，是属你的儿女，是你用重价所赎回的。主啊，愿是你的百姓，你的产业。是你用你的大权能，用你伸出来的手所带出来的。主啊，世上虽有济济艰难，亲像大水要淹阮。总是你要用恩惠款待阮，用你的救恩临到阮。大权能的创造主啊，因为你伫起头，甲地下地基。天嘛是你亲手创造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